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ric。喺認識 Young Living 之前呢，我係從事金融行業嘅，幫助唔同嘅上市公司做收購同埋合併。因為家人嘅健康嘅原因呢，我開始接觸到 Young Living 嘅產品。同好多人一樣，因為對產品對身體好，用咗之後有感覺，所以咧就成為咗忠實嘅用家啦。當時我嘅事業都好順利，收入都好滿意，但係就壓力非常之大。我嘅壓力呢，唔係淨係來自於工作，係來自於我自己嘅內心。因為我嘅職業，我要幫公司精簡架構，要做瘦身裁員嘅工作。我派解僱信已經派到有啲麻木啦，但係呢個係我嘅工作，係我必須要做嘅決定。但當我完成每一個項目，我諗翻起我每派一封解僱信，都代表我傷害緊一個家庭。我嘅心裏面其實都好唔舒服。雖然我知道係因為我嘅工作我先咁做 ，I did the right thing, but I felt really bad。其實我想做嘅嘢係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人。於是冇幾耐呢，我就想喺事業上揾另外一個方向。我決定選擇創業，希望自己能夠掌握自己嘅事業，一切都可以自己話事。做生意當然係有風險啦，不過我願意承擔。但係好多風險都唔係自己能夠預計嘅，所以我喺創業嘅道路裏面呢，都唔係一帆風順。我仲遇到一個好大嘅難關添，我無可奈何又要面對裁員，今次仲係要裁自己嘅同事。我以為做咗老闆，我可以做一個好人，做一個好老闆，但到最後都係要犧牲我嘅同事。喺嗰陣我就發現我嘅無力感又再次出現啦。雖然我知道我做嘅決定係正確嘅，但係 I felt really bad again。唔通喺呢個世界裏面 ，success 同 kindness 嘅並存真係冇可能？我唔想再次經歷呢啲無力感，所以我決定再做一個新選擇。我決定去做投資，去嘗試揾一個方法可以創造被動式收入。喺呢個時候，我發現過去一直我用緊同埋分享緊嘅 Young Living 產品，其實公司一直都有俾佣金俾我，只係我冇放喺心裏面啫。於是我出於好奇，為咗更加了解 Young Living，我飛咗去美國去睇佢哋嘅公司、農場同埋創辦人 Mary、Gary 嘅溝通。當我認真了解到 Young Living 嘅願景同文化，同埋深入咁了解咗 Gary 同 Mary 之後，我喺佢哋身處睇到，原來 kindness 同 success 真係可以並存。我睇到人生嘅曙光，我覺得 Young Living 係我一直想揾嘅事業。我以前只不過個用家，喜歡就分享，冇諗過去經營，所以一切都要重新開始。由分享產品、分享商機，我都要重新學習。喺呢個過程裏面，我真係深深感受到 Young Living 真係可以幫到好多好多身邊嘅人。Young Living 嘅產品除咗可以幫助改善健康之外，仲可以帶來額外嘅收入，幫到好多家庭改善生活。呢個以前都係一直忽略咗嘅。其實只要我哋用心去分享 Young Living 嘅產品，就可以有呢個額外收入，可以令到小朋友去學多啲興趣班，或者一家人去旅行，甚至可以減輕經濟壓力，令生活過得輕鬆啲，對未來更加有盼望。最重要嘅係 Young Living 唔係一個零和遊戲，唔係只有贏家同輸家。Young Living 可以俾到呢係一個選擇俾大家去改變自己嘅人生。大家嘅選擇係點，決定權都唔會喺我度，所以我唔會 feel bad， 亦都唔會再有無力感，因為我知道 I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去分享同經營 Young Living 嘅事業，去秉承 Gary 同 Mary 嘅心願，去幫助身邊更多有需要嘅人。